经历了 U 通发的洗礼，带着朝圣的心情了解漆器，耐心发秃，但是怎么样都画不出蜂娘葱的美，只好用俗供走给集印下心情。但是这样旅途的回味，少不了一杯苦涩后回甘的咖碧。阿家婆，我很想要咖碧。哦，你点好哈。好，谢谢你。咖啡来了，期待好久哦。咦，光闻就好香哦。咖啡甲香味都有香呢。一家种的啊，一家种的阿拉比卡。你想会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呀。我同你一看好吗？好，走。埔里的山里有咖碧豆，没有亲自走访，有点难以置信。但是翻找一层又一层的咖啡树，这红红绿绿的咖碧豆鲜活的布满枝芽，还真让人想再来一杯这道地的甘苦。什么时候会成熟啊9月8佢就會成熟，會上街櫻桃紅，哇，好期待你就會香哦！啊，就會香。好期待哦！客家庄里的神奇有创新的咖碧豆，也有传统的腌制技法。离开了咖啡林，农家的手不曾停歇。盛产的黄瓜，大大小小，长长短短，这几天吃不完的，就让美味不断继续飘香。你在做嘛干？去cái小黃瓜長太啊，佢有滷起來殺青，嘿，杀青就不会有苦涩的味道。嘿，冇錯。哦，有点调皮的啃着还没有入陶缸的小黄瓜，已经杀青去了苦味，一层薄盐和爽脆的鲜甜一块入口，好像吃尽了整个夏天。古朴的矮房里，阿家婆的热情一如树上火红的咖碧豆，自家种出的心血，用手煮的方式来呈现。咖碧甲香味动香呢，因为甘醇入心。